擁有34D 豪語嘅袁嘉敏向來都中意賣下性感，放下噴血相咁噶。不過自從前年被公開同意大利混血男拍拖之後呢，就開始收翻埋啲性感，學人玩低調，仲周不時帶男友出席活動公開放閃添。但去到舊年年中啊 ，Candy 就話男朋友接受唔到佢成日拋頭露面，再加上聚少離多啦，結果就主動提出分手啦。去到呢一日啊 ，Candy 放咗幾張相上 Instagram， 其中一張就係呢張，哇，噴血指數爆晒標啊！但你哋唔好淨係睇圖先得㗎，睇埋人哋寫咩啊？佢話收到大家關心嘅留言，佢冇事啦，只係因為感情事非常糾結，天蠍座就係咁㗎啦，感情太強烈。2017年頭3個星期都係咁屈住，諗嚟諗去咧，決定放低呢段感情事，唔再浪費時間。農曆新年就嚟到啦，以呢一個新年作為開始，樂觀咁重新出發。呢一段說話加埋呢張相咧，認真耐人尋味啊！究竟真係講緊咩呢？咩叫重新開始呢？我哋問過 Candy 啊，佢話張相嘅意思咧係沖完涼之後就重新出發。佢仲自爆咧，其實舊年確實係有段戀情噶，男友仲要係有知名度添。喺2016年春天同之前嘅男朋友分咗手之後，就同呢個男人一齊啦，但又同之前嘅舊愛拖拖拉拉。咦，咁咪即係一腳踏兩船？但佢又話唔係呢個意思。總之咧，就到今年年頭一次過同2個男人分手啦。